继续来看高雄迄间日式的饭圆店，甲厝头家起厝租的争议已经烧几啊天了。有网友质疑，讲这个厝主的租金比附近的透天厝较贵。厝主是讲租金是19800，无算贵。买卖厝的中人嘛讲，迄个地段一楼的租金平均是2万到2万5，真正无较贵。另外，这个厝主阁互网友显出着底细，讲是经营贷款的事业。厝主赔回讲，迄拢是合法经营的事业。网络顶针对伊的一寡指控，拢毋是真的。敢若因为起租金的问题，高雄青海路的日本式饭圆店厝头家伫咧店门口头前牵花卡，围地炭烧几啊天。针对租金的问题，厝头家强调家己无甲人起厝税。我缴4万，然后呢，房东要求要增1倍，真的是这样。厝头家涨价当初时和饭圆店业者签的2张契约提出来了，强调家己租无贵，这栋24.95平透天厝租予饭圆店的1楼租金是19800，5楼是15200，2楼加起来拢总租3万5。那附近的租厝行情，一栋透天5万，敢若租1楼是2万到2万5。其实，如果以总金额来算是还好啦，只是说技巧性。你如果说有房客愿意是分开2个去做承租，那也是到符合法规范围之内。若是安怎，厝头家将契约拆做2张，互2张租约计数拢无超过2万。卖厝中人讲，应该是厝头家建立2.11%的2代健保补偿保费，因为一条厝税收入超过2万，就需要纳。代志也空了后，有人倒讲这位厝头家伫咧经营贷款的事业，不过厝头家讲是合法经营。我们是一个咨询顾问公司，我的客户，你们为什么在既然他们会去查劳健保，那他应该也会去查那个有关于法院的相关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为何没有？我对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清楚，就是只有做过房仲嘛，那我们就签约这样子。针对厝头家背景，饭圆店的头家娘讲无清楚，不过双方因为这件代志闹甲真无欢喜，见面对解救。即马饭圆店当伫咧找其他店面，按算换所在，继续做生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